充滿恐慌情緒嘅港股市場，咁巴巴能否捉住12%嘅反彈呢？大家好，我係小金，阿里巴巴作戰計劃第59期，我哋嚟傾一傾巴巴係咪真係會有反彈？我哋首先都去望到阿里巴巴嘅走勢，從高位174跌到最低點125，跌幅咧已經達到咗27%啦，接近咗30%嘅回落。咁究竟會唔會有一個似樣嘅反彈？我哋係咪真係可以進行到抄底呢？今期嘅內容咧，重點就解決呢一個問題。我哋首先用到傳統嘅分析趨勢線同埋通道線。白色線咧叫趨勢線啦，係一個上升趨勢，連接咗之前4月份嘅低位同埋7月份嘅低位延長出嚟。喺今個星期當中已經係行到咗趨勢線嘅支持嘅，其實即係星期四下影線已經掂到咗趨勢線嘅支持啦，所以星期五有一個反彈回升。咁再有咧就係通道線啦。通道線究竟喺呢個位置跌穿通道線係唔係繼續危險呢？我哋就要去認識下通道線嘅應用啦。佢有一個法則。下降通道有一個法則叫一賣三買，你要了解下呢一個一賣三買係咩意思嗬？首先，通道會有兩條線，一條咧叫下降趨勢線，一條同佢平衡嘅叫通道線。喺呢一個用法當中叫賣出，股價反彈至趨勢線嘅時候會賣出，趨勢線會有阻力，所以喺呢啲位置嘅時候要賣出。咁再有嘅係三買啦。第一個買就係價格突破咗下降趨勢線，即係股價突破咗下降趨勢線啦，佢唔係受到阻力，佢已經係企穩喺下降趨勢線路上啦，所以呢一個位置為第一個買。第二個買就係受到咗趨勢線嘅阻力之後回落行到咗通道線。咁咧呢個位置係進行到買入嘅，叫第二買。第三買咧就係佢跌穿咗啦，反而喺呢種情況之下唔代表危險，都代表咗佢嘅機會，所以嚟到咗第三買，亦即係目前嘅市場情況已經嚟到咗第三個買啦，向下跌穿咗通道線，所以按照呢一個原則嚟講，佢都符合咗呢一種買入嘅方式。咁與此同時，我哋再去睇下佢嘅空間共振嘅問題，就係佢嘅裂口喺最近當中跌到125.1，其實咧之前呢個裂口咧範圍係比較大嘅，係119至到咗128嘅，而最尾喺最近嘅2-3日當中回補咗少少嘅裂口，咁依家裂口嘅範圍會喺119至到125.1，目前阿里巴巴喺裂口當中都係有支持，而我哋重疊嚟講就係佢形成咗空間共振啦，就係先頭嘅趨勢線有支持，第二個就係裂口有支持，形成咗空間共振，加強咗呢一個支持嘅有效性。好啦，咁究竟我哋要點樣去買入呢？如果我哋買入之後，我哋嘅目標可以擺喺邊呢？係我哋未來要去解決嘅問題。其實咧，即係對於呢一場戰爭嚟講，美伊嘅衝突已經都過去咗1個多星期啦，目前都冇結束嘅跡象。喺呢種地緣衝突唔改變嘅長期趨勢嘅情況之下，一定就要放大機構嘅短期行為。你睇唔見機構就會被收割，如果你睇得見機構，你就會跟住機構去食肉。點解會有跟住機構去食肉呢？我哋諗下喺呢一場美伊戰爭當中，你話佢係一個對等嘅戰爭定係一個唔對等嘅戰爭啊？佢係咪一場唔對等嘅戰爭啊？大家所處嘅環境唔同美國用嘅 AI 嘅武器，而伊朗仲係處於一種傳統嘅反抗當中，傳統嘅武器
點解哈米萊伊就俾人哋及定咗咧？其實大家去揾啲報道可以睇到哈，美國喺呢場戰爭當中，佢應用咗啲咩武器出嚟，就係 AI 當中嘅內容啦。所以點解話係唔對等嘅？呢一度就係一種 AI 武器同埋傳統武器嘅一種降維打擊。其實喺我哋股市當中都係一樣。如果係話我哋依家仲用緊傳統嘅，當然傳統唔代表冇作用，先後我哋都解讀咗支持嘅範圍。但係你只係用咗傳統嘅情況之下，你必然會俾人哋用上 AI 武器、AI 工具嘅人會進行到降維打擊，而機構佢就已經用到 AI 工具啦。所以為此運力嘅落地工程已經實現咗用 AI 去重新定義機構嘅真實行為，去判斷到資金嘅真實意圖，去重新去解讀依家市場當中嘅資金係咩情況。所以我哋咧喺1月份就已經同大家去講咗關於到阿里巴巴嘅 AI 去區分資金嘅行為，同我哋點講啦。呢一度咧就係當時可以去分析到嘅，叫天界即臨界。行到咗呢一條黃色線叫主力意願線，一條綠色線叫散戶恐慌線呢條綠色線叫散戶恐慌線哈。咁佢哋所處嘅位置會對於我哋嘅股市會帶嚟咩影響咧？佢係專門去研究游資嘅資金嘅游資嘅行為嘅。如果主力意願已經行出咗呢一個黑色區間，就代表咗主力已經行到咗盡頭啦。但係呢一種主力係游資嘅主力哈，佢唔係代表趨勢嘅主力所以游資嘅資金已經達到咗最盡，咁有機會咧就見高位嘅時候，有機會見高位嘅時刻，要調轉過嚟。綠色線叫散戶恐慌線，係判斷市場當中嘅散戶情緒嘅。目前嘅戰爭就係由呢種情緒可以引起到市場嘅波動啦。曾經嘅阿里巴巴嘅75，同埋最近嘅位置就喺1月份呢一次。呢一條散戶恐慌線行到咗天界，再穿翻到黑色區間，咁呢一個就係佢嘅短期底部出現到回升。咁同樣嘅高位就喺呢一度啦。我哋放大呢一部分同大家睇，係咪啊？喺1月底嘅時候，當時嘅主力意願線都衝出咗天界，所以呢一個位置就係一個高位，就結束咗阿里巴巴喺1月份嘅上升啦。隨後由於估值喺呢一度進行咗高位之後，要進行到收復，所以被高估之後，你必然AI 嘅問題會出現到一個短期嘅回落，只不過係疊加咗呢一場戰爭而加速咗佢嘅下跌。咁究竟用到 AI 武器判斷呢一個位置有冇機會啊？除咗我哋嘅裂口，除咗我哋嘅呢一個趨勢線之外，其實一定要去關注嘅係散戶嘅情緒。行情會喺絕望當中產生，咁散戶絕望咪咧？可以話已經真係進入咗絕望啦，亦即係呢一條綠色嘅散戶恐慌線，其實喺星期2開始就已經行出咗呢一個黑色區間啦，行出咗天界啦。截止到3月6號，已經達到咗92.683，超過咗90就係天界嘅出邊，咁就意味着咗散戶極度嘅恐慌，行情喺絕望當中就有機會去產生啦。但係要等一個確認嘅信號，亦即係呢一條散戶恐慌線會唔會再穿翻落嚟去做一個確認？呢一度咧就係我哋對於目前阿里巴巴嘅判斷。而當然，咁你有呢個規劃，話呢個位置係咪一個底部？假設佢反彈，咁究竟佢可以反彈邊啊？係咪上到170？係咪要上到咗180？甚至乎200、300啊？千祈唔好咁講，因為咧依家戰爭嘅局勢仲未定，所以我哋去關注就係短期當中佢會唔會有一個似樣嘅反彈，可以反彈到邊？我嘅利潤點樣去把握？同時間，如果你真係想去使用我哋呢個 deep chart 嘅，想去睇阿里巴巴係唔係真係穿翻嗰條天界之內嘅，
咁可以點擊下方嘅鏈接去加入到我哋嘅星級金粉，可以有機會去免費體驗30日嘅時間。嗱，我哋去睇下利潤嘅預測。首先我都會用到裂口同大家去判斷嘅。喺最近當中，先頭講啦，已經行到咗119至到125嘅裂口範圍啦。咁再有嘅就係當時跌穿咗142嘅呢一個區間當中，呢一個位置仲有一個裂口，而呢一個裂口會俾我作為佢嘅目標。點解唔係呢條黃色線呢？因為呢條黃色線係一個通道線，通道線係冇阻力嘅哈，只有上邊呢一條黃色嘅趨勢線先會有阻力，所以我哋可以以呢個平台去計算啦。假設真係力度好大，或者係話佢真係會落到119，如果佢真係落到119嘅範圍，咁喺呢一度，如果有機會真係上到142嘅情況之下，119上到142，而呢一個區間咧係等於23蚊，係咪啊？23蚊，如果真係從119升到142，23蚊係代表咗有19% 嘅利潤。假設佢喺呢一個位置就喺依家就要開始反彈啦，亦即係125開始反彈啦。嚟，我哋俾一個範圍俾佢，因為呢個裂口位置喺140至到142。如果佢真係只係行到咗140，咁就125上到140就係15蚊，係咪啊？15蚊對於125嘅股票嚟講係升咗12% 嘅，所以呢一個咧係我對於目前阿里巴巴嘅一個判斷，會唔會有12至到19% 嘅利潤咧？咁當然喺後期我哋都會繼續再同大家去帶嚟關於到阿里巴巴嘅作戰計劃。呢個位置佢唔係一個大底，只可以話佢會唔會有一個小嘅反彈，有少少嘅利潤要去把握到就算數啦。因為畢竟喺呢一場戰火未停嘅時候，黑天鵝事件又比較多，例如話美國嘅非農數據大爆冷門，而阿里千萬嘅技術負責人又離職，所以喺呢一種雷區一個接一個嘅時候，一定要去謹記3不：不追高、不硬抗、不賭氣，先求不敗，再求小勝。咁呢一度都係我哋團隊一直同大家去分析嘅。要企喺資金嘅視角去做波段交易，資金會話俾我哋知，我哋後期應該點樣進行到操作。咁其實阿里巴巴執行到依家已經過去1年嘅時間啦。我哋從2025年3月份開始啟動咗阿里巴巴嘅作戰計劃，已經行到依家進入咗第59期啦。咁喺呢一度，小金都多謝我哋各位朋友一直咧支持翻我哋嘅 channel。好啦，我哋今日嘅內容咧就同大家去分享到呢一度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